便当菜的基本概念就是什么？第一个耐放，所以牛蒡丝非常适合做便当、做冻饭的配菜都非常适合。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做没有土味的牛蒡丝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俊宏的这一道那我现在先教大家来挑这个牛蒡哈。你们在买牛蒡的时候，记得哈，这个牛蒡要买那种这个敲起来会痛的、很硬的。为什么？表示它坚固。然后举起来之后它不会垂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举起来，它如果坚固，它表示新鲜。如果你放在不能软趴趴的。它会短阳会倒下去。OK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选第一个就是坚固的，第二个牛蒡有细的，还有粗的，其实2种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那在日本，他们那个国家牛蒡都很细，非常的细。那台湾的个头大一点，对，所以其实2种都可以。那我们要买牛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先把皮洗干净，或是削掉都可以。那牛蒡丝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什么？氧化和发黑。要是氧化了会怎么样？苦。那这个牛蒡来讲的话呢，我们要防止它氧化呢，我们必须要有几个方式。第一个泡水，那泡水的话呢，我们主要要泡多久的水？泡30分钟的水。要泡这么久啊？对。第二个方法是水龙头打开，让它流细细的水就好了，15分钟。对，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，我们的牛蒡啊不会有土味，而且可以防止氧化。那我们的牛蒡丝如果没有用完，因为你买大一根，可能切不完嘛，没有关系，就把它泡水放在冰箱，放到3天都不会黑。但是记得每天都要换1次水。OK， 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哈，那个牛蒡的部分呢，我现在已经把它去皮了哈。我们在切牛蒡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是圆柱体，所以我们要先在旁边切一刀，让它有一个底部，它就比较不会滚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旁边。那牛蒡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斜切。斜切。如果说观众朋友你在家里可能老师牛蒡没办法切那么薄，没关系，你们就慢慢切，慢慢切，慢慢切，不要切太快，就慢慢切，因为老师有练过，就慢慢切，切薄之后呢，把它斜切，切长一点没有关系，因为牛蒡丝嘛，所以我们切长一点。如果切太短就变牛蒡丁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把它排好，排整齐。基本上我们在切东西的时候呢，老师教大家一个口诀，什么样的口诀？第一个，心要定，气要柔，手要稳。三大口诀呢，会让你在切东西的时候比较不会切到手。把钱省下来，看穷娘像 Q 秀，不要去买刀伤药，买 OK 棒，钱省下来哈。老师真的太可爱了哈。好，来我们来切丝。好，小心哦。好，切丝。哇，真的很细耶。好，3大口诀。心要定，对，心要定，手要稳啊。对，做菜本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我们不需要。看俊宏就知道哦，做菜很开心，吃的人当然更开心了。对，在做料理的时候呢，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哈，观众朋友在家里做菜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你本身肩负的是一个责任。你对家庭的责任，你对孩子的责任。在做料理的时候，你要传达什么？温度、记忆，美食有记忆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来让你的孩子呢，看到这道菜啊，我妈煮过这道菜给我吃，我好怀念哦。我记得我妈做这道菜，我知道它的味道是长什么样子。所以美食有记忆。那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呢，要用这样子的心情去做菜。你要记得，他给你的孩子的不是一道菜。它是一份记忆。好，我们牛蒡切好了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牛蒡丝呢拿去泡水。好，泡水，你看镜头来对一下，两个颜色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哈。是不是不一样？很明显。就是刚切好的颜色有点氧化。有它哈。对，有它。所以记得泡水颜色就可以这么漂亮。对。那我们这个水的部分，你只要用常温水，你不要用有温度的水，其实常温水都可以的。对，然后就是要泡淹过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牛蒡丝。对。好。牛蒡丝的部分呢，我们抖水完15分钟之后呢，沥干。沥干之后呢，要做什么？热锅，锅子先把它加热到冒烟，或是手感觉有热的感觉。有热的感觉之后呢，我把火关掉。我关掉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倒什么？不是倒沙拉油，是倒黑麻油。进来的时候呢，记得火要先关掉哦，不然有水哦，不然会爆哦。好，它进来的时候呢，我现在把牛蒡丝直接进来，直接进来哈，用牛蒡跟那个黑麻油去炒，你会听到声音。你看我现在是关火状态哦，温度其实相当够了，你不要一直开，会黑掉哦。
记得炒跟食材的沸点有没有关系？有，每一个食材的沸点都不一样。牛蒡本身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烧焦的东西？是，所以记得炒了之后温度不要太高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呢来开火，好，来开火哈。好，它那个牛蒡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把它炒到怎么样？炒到软，哦，炒到软。哦，它在这个牛蒡在炒的时候需要花一点耐心，这种东西不能急，哦，要有点耐心。为什么？毕竟它本身质地比较硬，哦，质地上比较硬一点，需要炒久一点，啊，把它炒软，炒软是需要时间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再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哈，这个牛蒡丝的时候，你不要一起去炒，你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去加热。你一直炒，它是在空气中，它根本没有加热到。不要一直翻，待会过一下下，过大概5到10秒再来翻，它颜色就会变的。啊，在翻的时候，有没有闻到香味开始出来了？有。好，牛蒡开始哈，有点垂下来了，有没有？开始软化了。对，开始在软了哈。那你们也可以一次炒多一点呢，然后放在冰箱。随时要吃便当的时候就可以配，晚上肚子饿想要咬东西就可以咬，或者当下酒菜也很适合。对，这道料理在居酒屋呢也会出现，几乎大街小巷啦，牛蒡丝哦，这道料理算是国民美食了哦。那至于要怎么做的好吃呢？就是你照老师的方法做呢，一定没错啊。我们这道料理哈，我妈妈也蛮喜欢吃的。对，然后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吃日本料理店呢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跟妈妈一起吃饭的那个记忆，长留在我心中。那么我后来选择了日式料理当做我的职业，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教了我们一个观念：自己不吃的不要给人家吃，请你把所有的心思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。所以老师在做料理的时候，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做到位，而不是刚刚好就好，可以就好。到位是一个艺术，我把事情做到位。这个感动才会出来，一定要做到极致啊！我觉得，俊宏呢，他这一点是让我觉得真的很感动的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牛蒡哈都已经软了，软了之后呢，我现在没什么水分了哈，我现在把那个哈所有的调味料呢，把它按照我的顺序放下来，让你们看一下哈。好，酱油、倒水、米酒。味淋，我们讲米淋哈，糖，好，我们要开大火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做收汁的动作，把酱油还有那些水啊，所有调味料都收进去，好，收进去。啊，我这2天才在想说要去买这个牛蒡回来做料理啊。后来我想一想啊，我干脆把它切成一段一段，然后煮汤的时候就丢进去。后来又想，这样也不好吃，我干脆就是把它煮成茶就好了。后来这样子想，又看到人家在卖那个干燥的牛蒡茶，哎呀，什么麻烦都不要了，我就泡茶喝就好了。其实新鲜的牛蒡的营养呢是更全方位的啊。在牛蒡茶是不错，但是呢，它的营养。毕竟呢，不像新鲜的牛蒡哦来的这么营养哦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在家做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日式料理啊，炒牛蒡。大鱼大肉的时候啊，你觉得好有负担，吃牛蒡，它的高纤会让你的胃很舒服。对，那像你们牛蒡如果边边角角，可以把它切下来，然后呢拿去泡牛蒡茶，对，然后当茶喝也不错，尤其天气冷的时候非常适合。好，那牛蒡丝哈，我们把它炒到上色，记得啊，后面的阶段都是开大火了哦，开大火，它香气才会出来哈。那你看哦，我现在颜色是不是都上色了？颜色都上色了。上色之后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最后一样东西，也就是熟白芝麻放进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熟白芝麻哈，把它放进来，熟的哈，哇。这白芝麻要炒一下，它的香气才会出来哦，哈！开大火。
然后这香气就会出来哈。把白芝麻炒一下，不要炒太久了，这样就完成喽。哇，香气很棒哦。酱油不要加太多哈，它颜色会变很深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老师今天炒的量是1根的牛蒡，好，1根的牛蒡哈。感谢这个俊宏呢，百忙之中呢，跟我们介绍了这么经典的日式料理呢。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再跟观众朋友呢分享呢俊宏的这个拿手好菜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俊宏，谢谢你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